自2025年10月13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实质无价的领袖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以西结书》34章第1节到31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以西结书》第34章。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你着谴责以色列的领导者，对因传达我的信息。你着甲因讲：我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以色列的牧者，恁惨啊！恁单单顾家己，牧者兼毋是着照顾羊群。恁食羊奶，穿羊毛的衫，杀上肥的羊来食，毋过无要照顾羊群。衰懒的，恁无甲因顾护养；破病的，恁无甲伊医治；受伤的，恁无甲因包扎；失迷的，恁无甲因带倒来；失落的，恁无去找；恁颠倒用强暴、残酷管辖因。因为无牧者，羊群就四散；羊四散，就互野兽吞食。我羊群伫大山小山迷路流浪，四散伫全地，无人照顾，无人去找。所以牧者，恁着听我上主对恁讲的话。我至悬的上主举家己的换命立誓：我羊群因为无牧者，煞成做猎物，互野兽吞食。我的牧者无去找我的羊，因单单顾家己，无照顾我的羊群。所以恁遮的牧者着听我上主的话。我至悬的上主要甲恁遮的牧者作对，我要对恁收回我的羊群，不准恁搁做因的牧者，嘛无要互恁甲家己饲甲肥。我要救我的羊脱离恁的喙，不准恁食因的肉。所以，我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我要亲身去找我的羊，甲因找倒来。牧者伫羊群四散的时，安怎去找伊的羊？我嘛要安尼找我的羊。因伫乌天暗地的日子四散去逐所在，我要对遐甲因救倒来。我要对万国中甲因带出来，对列国调集因，带因倒来乡土。我要伫以色列众山的溪水边，好徛起的所在牧养因。我要伫好的草埔牧养因。以色列的关山要做因的牧场，因要倒伫青翠的牧场，伫以色列山巒肥水的草埔食草。我要亲身做我羊群的牧者，互因有安息的所在。我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：失落的，我要去找；失迷的，我要甲因带倒来；受伤的，我要甲因包扎；破病的，我要甲因医治。毋过遐个肥搁勇的，我要甲因除灭。我要照公道牧养因。讲到我的羊群，我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我要审判逐只羊，伫绵羊港甲山羊港的中间主持公道。恁才会伫青翠的草埔食甲肥的，想讲这是理所当然是无？恁竟然用骹吞踏食剩的草，恁啉清的水，竟然用骹甲啉剩的水拉糊落。减讲我其他的羊单单会当食恁吞踏过的草，啉恁拉落的水。
所以，我志愿的上主安尼讲：我要亲身伫恁遮个肥甲瘦的羊中间主持公道，因为恁用腹肚边甲肩胛头配细胆的，用角甲因搭，甲因赶散去别位。所以，我要解救我的羊群，互因无搁诚做猎物。我要伫羊甲羊的中间主持公道。我要设立一个牧者，就是我的仆人大笔，来甲因治理，甲因牧养。我上主要做因的上帝，我的仆人大笔要做因的君王。我上主安尼宣布。我要甲因立平安的约，消灭因国内凶恶的野兽，因就通伫旷野安然徛起，伫树林内休困。我要赐福互因，嘛赐福互我下山四周围的地区。我要照时落雨，福气要亲像雨水降临。田野的树木要结果子，土地要出土产。我的子民要伫家己的土地安居乐业。我讲断因爸的胆，对压迫因的手，甲因偷放的时，因就知我是上主。因无搁做列国的猎物，互野兽吞食。因要安然徛起，无搁有惊吓。我要甲因建立一个农场，互因物产丰富。因袂搁因为饥荒受害，列国袂搁甲因踢笑。因拢要知我上主以色列的上帝，甲因同在。因是我的子民，我主权的上主安尼宣布。恁是我的羊，我草场的羊。恁是我的子民，我是恁的上帝，主权的上主安尼宣布。实质无价的领袖，以西结书34章是一段强烈谴责实质无价领袖的经文。上帝透过先知以西结指责以色列的牧者，就是当时的君王甲领袖，干那顾家己的利益，却忽视人民的需要。这个领袖贪婪地享受权力带来的好处，却无好好牧养人民，致使国家衰败，百姓流离失所。台湾的二次金融改革原本是政府推动金融业整并的政策，旨在提升台湾金融业的竞争力。纵使这项改革，却因为国家领袖涉及贪污蒙上阴影。迄时担任总统的陈水扁甲伊下某吴淑珍，被指控伫金融业并购案中间有收受汇款，影响决策，使得特定企业伫银行并购案顶面得到优势。虽然这个并购案伫当当时担任财政部长林全的反对下无通过，但是2001年10月13日，高等法院邀用实质影响力的公法判决陈水扁18年徒刑。后来伫2012年12月20日，最高法院将诉案合并，缩短刑期了后定谳。对台湾来讲，这个贪污案件实在互人震撼。一来，陈水扁标榜家己是三级辩护出身，并着努力考调台大法律系，搁考取律师；二来，伊因为担任美丽岛事件被告的辩护律师，踏入政坛。后来，
担任台北市长任内推动改革真受肯定，这清新形象哪像一号甲贪污画上等号。近年来，台湾几件政治人物涉贪案件，甲以色列斯3、4章的核心信息有真侪相类似的所在。首先，两者拢涉及领袖的责任甲失职。以色列的牧者本应照顾人民，却简单顾家己的利益，导致国家衰败。若是台湾的政治领袖滥用权力，甲公共资源当作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，最终毋但损害人民福祉，也失去人民的信任。这案件拢显示，当领袖袂当秉持公义，反倒利用职权谋取私利，最后将面临法律的制裁。毋过，以色列斯3、4章也带来希望的信息。上帝应允伊要亲自牧养伊的子民，互因通享受真正的平安甲祝福。这互咱思考，领袖的失职固然可恨，但是人民本身若选择忽视这个问题，也是对无公义视而不见，社会将恶得改变。咱拢需要找求上帝的公义，透过家己的委身，才会当真正互上帝的国度降临，互上帝的旨意运行伫地上，亲像实行伫天呢。借着公义行动，体现上帝是咱的牧者，咱是伊的羊群。除了看到以色列时代领袖的问题，甲当代台湾政治人物的弊案以外，当咱受托付重任的时，是毋是有忠心尽职？是毋是会为着家己的利益，煞牺牲别人的权益呢？求上帝带领教示咱，用伊的眼光来看代志，尽忠来完成伊所托付的责任。默想，我是毋是捌因为私欲煞忽视公义？我是毋是捌伫生活中追求家己的利益，无真正关心别人的需要？我是毋是捌因为私欲煞忽视公义？我是毋是捌伫生活中追求家己的利益，无真正关心别人的需要？咱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求你光照我的内心，当我互权势也是私欲吸引的时，求你提醒我，用公义做行事的准则，互我诚侪合你心意的人，完成你所托付的使命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